主元2026年1月初9，每日圣安宫读经10条界的关键点。圣经咱做伙来听读《申命记》第5章第19到22节。现代台语版圣经《申命记》第5章。摩西召集以色列人，对因讲：以色列啊，着注意听我今仔日甲恁吩咐的规例甲命令，恁着学习切实遵行。上主咱的上帝伫何烈山甲咱立约，这约上主毋是甲咱的列祖立的，是甲今仔日咱所有要活地徛伫遮的人立的。上主伫山顶对会中面对面甲恁讲话，迄时我徛伫上主甲恁的中间，要将上主的话传互恁，因为恁惊迄个火，毋敢上山。上主讲：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有带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甲因跪拜，嘛毋通服侍因，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怨恨我的人，我追求因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遵守我诫命的人，我施恩互因直到千代。毋通滥用上主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用上主的名的人，我上主一定无甲伊当作无罪。着照上主你的上帝的命令，守安息日做圣日。6日内着拍拼做你所有的工课。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牛、驴、精生，以及寄居伫恁中间的人，拢毋通做工，互你的奴仆、女婢通甲你相款安息。着会记得恁以前捌伫埃及地做奴才，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气力的手，带恁对遐出来。因为安尼，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着守安息日，着照上主你的上帝的命令，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久长徛起，享受福气。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伪证陷害你的厝边，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嘛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田园、奴仆、女婢、牛、驴，也是你的厝边任何的物件。这个是上主伫山顶对火焰、密云、黑暗的中间，大声对恁全体会众颁布的诫命，无搁加添其他的话。伊搁将这个诫命写伫2块石板交互我。10条界的关键点。关系安息日。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讲到，上帝伫6日内完成创造了后，第7日休困，所以将安息日定做圣日。若是申命记讲到守安息日是为着纪念上帝伫出埃及事件中的拯救，因为安尼对基督徒来讲，安息日有双重的意义。是甲创造相关，也是拯救的记号。伫10条诫中，着遵守安息日做圣日的诫命，就亲像关键点，
甲头前的3条用疼上帝为中心的诫命，导向后面6条以人为关心对象的诫命，佮将两者整合，互10条诫成做专心疼上帝、热切疼厝边的具体呈现。对踏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来讲，守安息日等同分别为圣，就亲像旧约学者布鲁格曼伫安息有时定找安息真义抗衡当代文化册中所讲，这位上帝各为留心聆听遐个被弃杀者的哀声，互人对迄袂当休止的霸权系统逃脱出来，得以进入互相守望的邻舍关系所带来的安息中间。安息日大省分别的是对休困的保障。伫古代近东，奴隶是无通休困的。守安息日就是要互捌做人奴隶的以色列人，甲因的前生请工甲寄居的，现今通得享受保障的休困自由。都因为安尼，安息日的诫命表现出上帝的性情，伊要求委身，但也因着慈爱，互人得自由。20世纪的犹太神学家赫瑟伫安息日的真题册中讲到，甲迦南人圣化物品以塑造偶像有别。犹太人是将时间圣化以纪念上帝。赫瑟讲，周间的每一个日子，拢必须甲这日子中的日子有属灵共融。咱的全部性命，拢应该是调往第7日正法的朝圣之旅。关系这日会当互咱觉醒的所有思想和评论，拢应该应记于心，因为安息日是伫经历一切威胁良心的骚动甲兴衰的时，鼓舞咱的旋律，邀咱察觉上帝临在伫这世间。换句话讲，守安息日旨在互人意识到，上帝毋但踮伫空间的内面，也伫时间的内面。这件代志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拯救并毋是简单地带领因抵达新的空间，甘地就煞，也伫深藏伫时间的永恒中，成做因的上帝。守安息日对真侪基督徒来讲，可能已经和参加主日礼拜画上等号。假使是教会的同工，每一个主日无用伫投入各样的服侍，那安尼所守的主日恐惊真恶，互人真正安息。为着安尼，伫一礼拜久的生活中，咱应当安排安息的时间，检采是一日也是数点钟的带状时间，带着祈祷的心，将事互咱做放松的活动，互咱纪念家己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欢庆家己是蒙恩得救的人。相信这段分别为圣的安息时刻，会互咱甲生命焦点再次转向上帝，搁重新得力。默想，我顶一次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息，是伫什么时阵？我顶一次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息，是伫什么时阵？咱做伙来祈祷，互人得到自由的上帝。当我互无闲冲昏头的时，愿你帮助我，勇于放下手中的工作，互我安息伫你的同在，
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